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这敢毋是张友丽？伊来阮兜门口靠创啥？人18弄着。这些写款，警察安怎讲？这新闻哦，逐工拢伫咧讲市议员咧助理弄着人就走，唔知影的人还佫叫是你弄着。好啊，莫讲啊！哎呦，你是咧歹啥？我伫警察局已经访问半工啊，倒来处理，你阁要继续审问我是无？我关心一个啊。慧敏，你转来。爸，你老实甲我讲，车是毋是你驶的？你是咧讲啥？谁甲你讲车是我驶的啊？我迄暝转来，你有看到是阿进载我转来啊？门口的监视器录个清清楚楚，车是你家己开转来的。慧敏，你讲啥？什么监视器？准市议员选举的时阵，会有人来乱，就叫人在门口倒监视器。我有甲爸讲，爸。你袂记啊，对无？监视器的影片，除了你看到以外，还有谁看到？俊清敢有看到？即摆这个有重要？哪会无重要？你希望我互掠去关是无？所以你早就知影你弄着人啊，搁叫阿姊去担罪。原来你连阮两个拢骗哦！我无甲恁讲，是无想要互恁烦恼嘛。烦恼阮？你哪无烦恼互两着的人？你为啥毋叫救护车？我啉酒我要哪叫啦？警察来，我是要哪甲伊讲啊？你本来就无应该啉酒开车啊！你搁较无应该当着人就走。我车驶了好好，我哪知影雄雄有一个人走出来？我毋是挑工的，毋是我的责任啦。爸！哎呦，这嘛是要安怎啦？万一互人知影，毋是去了了啊！你莫靠我啦！阿进迄边我拢讲好啊，受伤迄边我会尽力补偿。
而且这款一般的车祸事件，拢是私底下和解。啊，那阿进迄边吼，我会予伊一笔钱补偿伊。人无死，你会用个补偿？万一人死啊，阿一就会以过失致死放起诉呢？你敢知你安尼是做？这你免烦恼啦，我会找上好律师替辩护。而且即摆人嘛还袂死啊！这件代志，恁就假做唔知影就好啊。等你选掉以后，就啥物代志拢无啊。慧敏啊，恁爸讲了着，即马佫讲这些拢无意义啊！总袂用啊，因为安尼，甲恁爸一路辛辛苦苦经营的事业，还佫有你的选举，全部拢毁掉啊！妈，你敢知你在讲啥呀？好啊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，甲迄个监视器所有影片拢总摕掉。万一代志若真正互别人知影，我一个人承担，你就讲你啥物拢唔知影，袂甲你有关系啦。爸，民调结果吼，市慧敏的支持率16%。也毋过，何丽珠替党参选会抽走慧敏5%到7%的选票，安尼对选情真不利啊。何丽珠迄边，我请秘书长去瞧啊。也毋过，市慧敏的支持率，那会一直无进步的。慧敏爱清气选举，伊坚持无爱甲对手挖空，安尼就袂出名。支持率嘛袂变悬啊！选举哪会用安尼选啊？恁后生毋是咧甲伊斗相共？唉，俊清是真拍拼，咧斗相共，也毋过慧敏就有家己的想法，佮加上因老爸七国雄靠袂着，就伫遐出意见，俊清嘛无法度安怎？原本真势有够好诶，互因饲甲家己母甲安尼。啊对啦，我阁听讲市国雄诶助理赛车弄着人。报告主席，出代志迄天，我甲七国雄还阁有党内的一寡同志聚餐。聚餐结束，我是亲目睭看到七国雄家己赛车离开的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赛车弄着人的是市国雄本人？无证据实在真歹讲啦。麻烦，这件代志真正足麻烦。何丽珠迄边已经真歹处理啊，今嘛阁加一粒炸弹。万一真是爆炸，那市国雄家己去了了，因查某囝嘛免选。哎呀，我嘛是在烦恼这问题啊。张立伟啊，我咧想哦，咱是毋是应该爱想其他办法？主席的意思是，市国雄议员的助理赛车弄着人就走，互弄着的人也袂脱离危险。这件代志嘛影响到市国雄的查某囝议员候选人徐慧敏的名声。根据因嘛上新的民调，徐慧敏的支持率已经落到14%。爸，你找有啥物代志？推动参选的何丽珠支持率颠倒变悬。这看起来弃保效应已经开始啊，也毋过是弃市慧敏，保护丽珠。我今日甲党主席见面，讨论一下最近的选情。党主席有啥物指示？党主席希望你会当代表党出来选。安尼慧敏呢？市慧敏绝对选袂掉，党决定放弃。
爸，我知护理组是一个危险，也毋过，那护理组，你敢知影？其实迄天开车弄着人的是齐国雄。阮迄天暗时有聚会，我亲目睭看到齐国雄啉酒，搁家己驶车离开。那呢？伊的助理阿静呢？阿静只是一个替死鬼，一定是互齐国雄诱出来打罪的。你爱知影，万一这种代志别空，党会互伊拖累。所以董主席才希望你会当代替齐慧敏出来选，你也有心理准备。爸，咱陪慧敏行遐尼长的路，无道理就安尼放弃啊！而且车祸的代志已经有人出来担，嘛无任何证据会当证明车是齐国雄驶的。啊，若护理组办公室嘛提出真侪对抗的方法，我相信慧敏也是有赢面啦。你哪会到即马阁舞袂清楚状况？主席安尼讲，就是党内已经决定放弃齐慧敏啦。主席答应，只要你肯出来选，党一定全力辅选。俊清，这对你来讲真正是一个好机会，你也好好把握啊！也毋过你要我放下慧敏，我做袂到。你哪会这么无出息？我在替你的政治前途设想，你的心内就只有在想迄个齐慧敏。早知影你讲要去甲伊斗相共时阵，我就无应该答应你。只要阁有机会，我就袂放弃慧敏。董主席迄边，请爸去解释，我先来走。喂，慧敏，你伫倒位？我有传一寡物件，等者要去殡仪馆烘弄着王先生。好，安尼你等我者，我陪你做回去。好啊。王太太，有影真实的发生这款代志，阿静是我的助理，伊对我足久的，你相信我，伊一定是无说你的啦。王太太，这是阮大伯的心意，你一定要守起来。多谢议员，多谢齐太太，多谢。是啊，你放心，阮议员甲后壁代志拢安排好势啊，你就免烦恼啊。系啊。议员，多谢。慧敏。我先来走啊。你在想啥？真清，你敢有想过，政治这条路，你想要行到倒位？你来向问这个问题？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也毋过我想袂到任何的答案。对我细汉时阵，阮爸就一直选举，
我甲阮妈常常爱陪伊参加应酬，伊总是一直伫我边仔提醒我，伫外口，毋管你拄到什么款的人，拢爱保持笑容，才会当替伊争取搁较侪的选票。在这款的世界大汉，我家己想拢无想，大家都已经决定，爱我缀阮爸的脚步，行政治这条路。我知影你压力是大的，也毋过伫这款家庭出世，毋是咱家己会当选择的。每一个人拢会当选择家己的人生，敢毋是？假使大家安排这条路，甲家己期待无共款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你后悔出来算什么？我实在毋敢去想这个问题。假使我讲我后悔啊，是毋是大家都会对我足失望的？感觉我是一个失败者。慧敏，今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不管你想要做什么决定，只要你甲我讲，我一定会徛在你身躯边支持你，陪你做伙去面对。选举是一时的，也毋过我希望，我永远是你上好的朋友。多谢你呢，可能是最近发生伤侪代志，我有淡薄仔忝嘛，我嘛毋知我伫讲啥物，我哪会讲出这尔失志的话？咱行啦。这么晚，谁啊？毋知影，我开门嘛无人，敢若看到这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浓烟下。妈、爸，安怎是？慧敏，你看，有人寄这互恁爸，这是谁摕来？我毋知影。拄则有人试电铃，我就去开门嘛，无人，都看到这张批。即摆是要安怎？若是你赛车的代志，别空啊，咱都去了了啊！不要紧啊，会寄这款物件来的人，一定是要爱钱。若无伊走就去报警啊，钱会当解决的，拢无要紧，莫紧张啦。也毋过伊嘛无留任何资料啊，咱要甲钱互谁啊？慧敏啊，
门口敢是有倒监视器？你甲影片调出来看卖咧。影片爱用办公室的电脑才会当看。明仔载我喺办公室替你查清楚。中晚啦，恁紧去困。要安怎？张伟，明仔透早你入去办公室的时阵，替我看一下阮兜监视器的影片，拄则有啥出入？对，差不多有5分钟。好，你看安怎才敲我？像啊，比较早。回音器。喂。尤里，我是慧敏。回音器，足久无看。你敢有在厝诶？敢袂甲我见面啦？今仔才早起6点，我搁伫困呢。咱较晚才讲好无？我就伫恁兜门口口。哈？什么回？回民记搞早？搞早。才早来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你昨暗是毋是有去阮兜囥一张被？无啊，啥物被啊？而且毋若昨暗，阮爸会请出代志迄暗，你嘛有去过阮兜？你哪会知影？阮兜门口有监视器啊！有录到你甲你的朋友。对啦，迄暗阮两个伫恁兜门口，亲目睭看到恁爸家己赛车转来，搁找人打追，所以才会去囥迄张被。你为啥要安尼做？为啥？伊弄着人，敢无应该直接找警察自首？尤里，处理代志的方法有足侪种的。像你这种恐吓的行为，才是毋是上好的办法？我承认我的办法无好，也毋过我本来想要甲影片交互警察，就惊连累着你，所以才会去囥迄张被，看伊敢会良心发现，然后去自首啊。尤里，你甲影片交互我，我来处理好无？交互你，你敢会叫恁爸去自首？尤里，阮即摆当然弥补迄个轰动着的人。阮会对伊负责任的。迄个人即马搁倒伫病院分别不清，恁要安怎负责？真正负责任的方式，应该是认唔对，毋是找一个人担罪。你对对甲唔对的定义真单纯，也毋过现实的世界袂当敢若安尼想。你个代志想了伤简单啊！犯法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安尼敢有真复杂？尤里，我真是无希望你互牵连入来。你甲影片交互我，我会用个保护你。这有偌严重，你真是想袂到。假使这代志互别人知影，我毋知因会安怎想。尤里，你甲影片交互我好无？无好。恁爸对苗红阿姨做遐尼恶质的代志，即摆弄着人，搁想要找人担罪，这两件代志就会当证明毋是好人。结果你搁想要替伊暗卡，我袂搁相信你啊！阿妈，你要回来啊？你先回去。
议员，我个监视器的影片互你啊。张伟，你先把监视器录像影片抬掉。抬掉？敢免查这两个人是啥？咱请管区斗相共真简单啊。免啦，这件代志你就免管啦，我来处理就好，你家抬掉就好。是。哦对啦，进前监视器的影片敢拢伫？拢伫。好，你家全部拢抬掉，啥物拢莫留，一定爱抬掉。哦，是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为什么要把影片抬掉？咱10几年交情啊，我若是出什么代志，阮某、阮囝，你一定要甲我照顾。你伫阮兜的监视器要安怎看影片？这敢毋是送批迄两个少年啊？正果是替死鬼。小安，我的包裹敢来啊？伫遮。你透早就遮尔无精神哦。这就是拜伊的镜头。最怀念伫平湖的日头、山坡、大海、比基尼。张总监去出差，你也无人管，大家拢嘛甲放假共款。哪有共款？张总监伫的时阵有靠山天外，但总监吼，伊就袂一敢敢摕我出气啊！你莫看我即摆用用，我足无用诶。我逐工爱传达张总监为国外传达的指令，然后去甲各部门参详。但总监迄边佫一大堆代志拢叫我做，你看我敢有简单，根本烦死啊，对无？你是毋是要讲张总监伫我的后壁？张总监，你倒来啊！我真想你的。我阁唔倒来，你是毋是要讲我歹话？无啦，总监，我来讲你歹话啦。啊总，你不要动作较大咧，提醒我，互你害死啊！请你来。总监。最近公司敢有啥物状况？公司目前吼已经甲 A 人签约啊，行销部迄边吼嘛开始甲广告公司伫讨论新运动的宣传计划。若工厂迄边骹手调度有淡薄仔问题，也毋过业务经理伫咧处理啊。但总监希望后个月底进前开始生产新的布料，多谢你啦。看来你甲陈总监配合了袂歹。对了，我过一阵啊，阁要去越南。时间确定才甲你讲，到时阵爱麻烦你订机票甲饭店。总监，你阁要去哦？总监啊，敢讲你想要甲重心拢搬去海外，然后总管理处都交陈总监去管理？敢有啥物问题？无问题，只是总监我讲你是我的直属主管，你无伫的时阵，陈总监就变做我的代理直属主管。我毋是讲伊无好啦，伊足好诶，只不过总监，你要去国外就带我去啦，我足艰苦诶。看来你互陈总监骂了足惨。毋那我是全公司诶人。我无拍算踮伫越南，只是有一寡代志还是爱去处理。你吼，卡输无想要互骂，就甲代志做好，莫笑我面子。好啊，你先去无用。总监，你今日看起来规个人拢无共款呢，敢若伫遐发光呢。敢真是嘞，
该人签约了后，大家就要开始无用心运动。我当然爱带头打扮了，较有精神啊，互大家搁较拍拼。我嘛有感受到大家想要拍拼的气氛，还佫有张总监，伊一转来就马上冲去做代志，足骨力嘞。伊转来哦，转来啊！总监，广告公司已经有互咱几个广告的提案，我放伫你桌顶啊，你才替我看卖。多谢。所以你阁要变做原本的张友莲？即摆我对你来讲，就亲像有影共款，可不得你了，是无？礼拜。有代志哦。越南迄间工厂袂歹，我甲爸讨论过，决定要买落来。假使未来新运动业绩真好，就应赶紧扩大生产的规模。我知影，阿舅有甲我讲啊，敢讲你想要一直踮伫越南？其实你无需要闪票啊，我已经交到男朋友啊。这么紧？当然啦，恁小妹我条件这么好，受欢迎是应该啊。你讲了对，有一寡问题咱无法度解决，所以我想要放家己线。喂，陈总监，有一位某姓是找你。哦，伊来啊！好，我随过去。阮男朋友来啊，介绍互你熟悉。行，免歹势，你伤爱遐呢。孟一豪。不急，来，这会上你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孟一豪。问题，来，这会上你。你想怎？给，麻烦你。你对回婚过敏啊？你对回婚过敏哦？是嘞是嘞，我唔知你对回婚过敏。不要紧，是我袂记甲你讲。这位是阮阿兄，这位是毛友豪。大兄你好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毛友豪啊。来，多谢。你就是爱闪直播的执行长。爱闪在直播平台嘛算是龙头。过奖。你要来进前，哪无事先敲我？哎呀，我就想讲来找你食饭，你遐尔爱做事，敲电话你绝对唔食，我就直接走来。既然大兄嘛伫，咱做伙去食。阮阿兄伊。我对恁直播平台嘛真有兴趣，有一寡问题，敢袂请教毛先生。好，无问题，安尼咱就出发啦。即摆直播会当做的内容有几百几千种，也毋过有一个同款所在，就是利用直播主的人气来甲商品拍广告，对因用产品甲分享伊的经验，甚至会当马上甲消费者开讲。你敢唔感觉这种形式，敢若以前在倒看过？路边摊，无毋对，就甲路边摊同款。在电子商务开始发展以后，真侪店面的生意受到一大的打击。尤其直播在规个电子商务当中是真特别的工具，唔但会当客户在帮路买物件，无法度试看卖缺点，佮亲像在西亚市显热烈。所以即摆真侪品牌拢开始做直播啊。我嘛一直在思考，阮公司敢有可能甲直播平台合作？无问题啊。这就看恁公司有啥物需要，拢会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推荐阮上行的直播处分。好，恁是来食饭，也是来开讲啊？安尼大兄食饭啦！来，食饭。
我无食芦笋，你敢会当替我食？哦，当然无问题啊。多谢。大兄对啦，歹势，只要一讲到我的专业，我就会口口讲，听袂落来，你唔通见怪。无要紧，我嘛一直真想要了解恁迄段。要毋过，我搁较想要了解阮小妹是甲什款的人做伙。无问题，大兄，你想要问啥物，出你开嘴，我绝对会回答了真详细。你即马是家己一个人住，还是甲亲人住？我一个人住，我住的所在就伫我工作室的楼顶，两间厝拢是家己买。哇，安尼你上下班足方便的啊！对啊，因为上班的人平均交通时间差不多2点外钟，像我这种落楼就当办公的人，工作效率悬。你甲文琪是安怎熟识？阮两个是经过朋友介绍熟识的啦。咱安尼敢会像相亲啊？应该无算相亲啦。无算，无算。你介意文琪什么所在？张嘞，你问这个问题敢会伤寒？歹势，我问题较济，也毋过我相信你会当了解。做阿兄的总是会特别关心小妹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完全会当了解大兄的心情。我甲文琪熟识无偌久，若要讲介意什么，伊介意我介意共款，重视工课，对未来有计划。重点是阮讲感情袂啰嗦，真理性。我讲得对无？无毋对，无毋对，阮两个拢真爱做工课。也毋过文琪，你减讲一个代志，就是你会讲讲真好。毛先生，阮小妹伊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希望你会当好好珍惜。大兄，你放心，虽然我甲文琪才拄开始交往，也毋过我对伊是真心诚意的。好啊，应该问的问啊，应该食的嘛食，我就无咧遮叫了2位啊。我阁有代志要处理，无叫了，我先来去。安尼，咱保持联络。文琪，文琪，食饭。哦，我有代志要甲我阿兄讲，你等一下。哦。张嘞，安怎是？既然我已经找到对象啊，你就毋免烦恼我。毛先生阁袂歹，甲伊开讲足欢喜。以后你想要做啥、想啥，拢免顾虑着我。请你莫摕咱的过去当作理由，当作借口，因为我袂安尼做，所以嘛，请你莫安尼做。紧回去啦，莫红蛋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拄则雄雄发现，恁阿兄名片顶面的姓，敢若甲你无共款。哦，因爸甲阮妈是第2届结婚，阮算是无血缘关系兄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也毋过我拄则观察，恁虽然无血缘关系，也毋过恁感情足好诶。安尼哦。文琪，我真正足欢喜诶，会当拄着恁阿兄，顺续甲咱两个关系确定落来。
咱到这个会所，拢希望找一个好的对象定落来，何况是拄到你这么好的人。也毋过，我会先会记的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就是袂当搁送你花啊！我本来掠准送花是上保险的，想袂到你对花过敏。我毋是普通的查某囡仔。是，你是女神，真欢喜女神会当互我请你甲恁阿兄食饭。安尼后盖换我请？哦，意思是我得到后盖约会的门票。啊，应该算是啦。哦，阿兄，你当时回来？今日早起就回来，你是伫公司处理代志。晚安。阿兄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你来者。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来者就对啊。阿兄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惠敏姊因爸弄着人的代志？我有看到新闻，也毋过赛车的是助理，为什么讲是因爸？哎呦！我互你看一个物件。我拄则赛车回来的时阵，去弄着人啊！这件代志吼，你来替我担。你想看没？这影片是我甲小凯录的，迄暗阮两个亲目睭看到徐国雄家己甲车驶转去，迄个助理是出来担罪的。恁去饲甲创啥？因何明芳阿姨就新闻，我就想讲袂当互咱兜白白互欺负，所以就决定去因兜喷菜，互伊一点仔假死，上侪拢还袂喷，就录着这。你先听我讲完。录影了后，我看到新闻讲，徐国雄甲责任拢撒互伊的助理，我就去因兜放一张无写名的批，想讲吓惊伊，看伊敢会去自首。你哪遮尔好打？是谁教你安尼处理代志？喷菜阁无够，阁去甲人凶害，无想要读书啊心，想要做恶道，哪会做遮尔危险的代志啊？好啊啦，先莫骂我啦，即马阁有比这阁较麻烦的。阁有比这阁较麻烦的？就是惠敏姊拢知影，我哪会知影因兜门口靠有监视器？伊看迄个影片，知影我有录影，嘛知影批是我藏的，所以伊来找我摕影片，也毋过我无互伊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做是犯法的？人会报警抓你。凭啥物啊？弄着人走起来是徐国雄呢？好啊，伊要报警抓我，安尼我会当检举。张有力，阿兄，我甲你讲，这是因为我无相信惠敏姊会爱因爸去自首，而且嘛烦恼乞丐找上门，拜访去甲起笑。哦，你阁知影要烦恼？你直接，你摕影片要创啥？你除了这，感觉有优美。这个代志交互我，你莫阁插手。也毋过，以后莫阁做这种危险的代志。有听到无？张诶，你入来。遐监视器的影片，之前你教我看，哪拢无去啊？哦，议员有交代，我全部摕掉啊。恁爸伤害阮兜，所以恁就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是？惠敏体选对大家拢好，当袂甲我变面，安尼大家等你看。有这个证据，你随时会当甲徐国雄母互倒。介意惠敏，
这点从来毋捌改变。我甲雅琴拢徛伫你这边。你莫为着一个查某，做出害我无面子的代志。你是要互人翕到恁开房间是无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前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。